姐，说是不是你伪造的？是真的，小心！吃，我让你吃，我让你吃，吃，这里面都是我给你治脑子的药，都给我喝！放给我！老婆，跑快点！你好，你找谁啊？哦，你找房主吧，房主已经搬出去了。老婆，这是我给你找的保姆，你们认识一下。让他自己把心里的鬼放出来。苏西，莫名其妙。姐夫，没有账本，怎么可能？真是老鼠生来会打洞。你跟你爸一样，都爱偷我们苏家的东西。找到你要的账本了。
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我还说汪世明今天怎么这么好心，屁颠屁颠的来帮我找房子，原来他是被你拿下的。他可真是你的一条好狗。正式通知你，明天董事大会，董事会已经决定把你踢出麦氏集团，记得来哦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他上楼我一个没看住。为什么董事会要把我除名的事情我不知道。他们上午开会刚决定的。苏西那个事儿你也知道，他把节奏都带偏了。你流产那个事情涉嫌欺诈，所以他们都签字了吗？还没有，明天上午开会，当场决定。我们还有机会，只要能拿到账本。老婆，那明天信托基金能到账吗？你放心，我会转给你的。好，那你相信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仲南，你现在在哪？计划出了问题，账本没有拿到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如果明天上午还拿不到账本，我就会被董事会除名。到时候，我爸一辈子的心血就全没了。仲南，你到底在哪？开始吧。各位股东代表，各位董事监事，上午好。今天会议只有一项内容，就是针对麦令锦女士是否继续担任麦氏集团总裁一职进行投票决议。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的有关规定，受董事会委托，由我主持今天的投票。麦令锦女士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那么投票现在开始，同意免去麦令锦总裁职务的，请举手。下面由我来计票，票数过半则决议生效。1、2、3。老婆，你在听电话？喂。让苏西听电话。他明明是找你的。听不到的呀。对呀，这是什么时候？你能听见？什么时候？麦令锦，你是不是能听见？你觉得呢？他都什么人？看一眼你手机。会议暂停，我找麦总有点事情，你出来一下。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拿到的？我说过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总会找到的。那你耳朵有什么时候听到？小希，你的问题有点多。你以为这些东西就能对付我？你利用职务之便拉拢供应商，行贿受贿金额高达1000万，你觉得这些东西还不够扳倒？我倒想看看你还有什么底牌。曼令锦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董事会都是我的人，不如我们各退一步。你放过我这一次，我就让他们重新投票，保证你在公司的位置怎么样？你怕是没有这个资格。这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苏西，这账本解释一下。是，
苏西，你竟然背着公司干这种事儿！王世明，你也有份！你胡说！你有证据吗？我知道账本的事你也有份，但是只要你能帮我扳倒苏西，我不但可以帮你还钱，而且你对公司做的那些龌龊事，我也可以记我不倦。你行，麦令杰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公司是我们苏家的，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跟麦远之身败名裂。苏西，你被董事会开除了。老婆，你耳朵什么时候能听见的？这么大的好事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汪世民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让我觉得恶心。老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是关心你啊。还有，我答应你的事都已经做到了。你说你已经给我转账了，我怎么没收到啊？是不是银行需要验证码之类的，你没发给我？你是真蠢还是假蠢？你真的觉得我会给你900万吗？你刚才说的那些，那都是骗你的。老婆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会害死我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去死吧！我先弄死你！王总，怎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呢？这有2份协议需要你签，只要你乖乖签了，我可以帮你还100万。赵总说了，这100万可以帮你续1个月的命。什么协议？一份是离婚协议，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。什么股权转让协议？当然是你持有我麦氏集团的股份。麦丽杰，我弄死你！别动手动脚！你知不知道，为了你麦氏集团拼了一辈子的命，给你当牛做马，为的就是这点股份。你要我的股份，就是要我的命。账本的事我可以帮你藏，也可以帮你亮，而且我愿意花100万买你的股份，已经够意思。赵总，你听我说，你把我放了，我这个股份价值1000万以上，你100万从他那儿买，你亏大了。王总，你要是舍得卖你那点股份，至于到今天吗？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这次把我放了，你把我放了，我肯定卖，给我点时间。你打住，后半句我不爱听，我没时间。还是你老婆靠谱，人家给现钱，赶紧签了吧，别让人干等。连妈，姐姐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等等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蒋仲南会背叛你吧？你怎么知道蒋仲南？我雇他杀人，我当然要调查他。蒋仲南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他接近你的目的，你真的清楚？快去看看，里面起烟了！把老苏死那天那些股全部删掉。好的，麦总，那苏董的遗物全部处理掉，没有任何进展。一会儿开会知道要说什么吗？
第2季度报表已经准备好，接下来看麦总您的意思。张经理适应的不错，记得把苏西的东西打包给我寄走，记得让法务部联系他，把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。好的，麦总。哎，麦总，苏西的东西您看怎么处理啊？剩下的我来解决，你先出去。资料我已经发过去了，多久有结果？已经有结果了。蒋仲南在国外的时候确实做过私家侦探，但是他回国之后就不知道在做什么了。现在我们正在调查他的具体位置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没事吧？王世民，你以为麦令锦是什么好人？你有今天，全部都是因为他。苏西，你别再折腾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再不说我们就报警。苏西，念在姐妹一场，我就不报警。谢谢老婆。老婆，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多年，我这次是真心改过的，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包好了。老婆，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我求你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好吗？爸爸出事那天，你在哪？老婆，你怀疑我？你知道的，爸爸的死一直是我的心结。好，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真相，但我想，我告诉你以后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那天我加班到很晚，刚准备回家，小希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怎么了？我要回家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小希，我是你姐夫。听说了，昨晚麦总心脏病突发去世了。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？工作群都发了，我才入职几天，对我们公司会不会有影响？太突然了。对啊，哎呀，快去！苏西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姐夫，昨晚我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吗？老麦的死跟你有关系？你要告发我，你别忘了，
昨晚所有的监控都拍到我在你车上，你逃不掉的。苏西他就是个疯子，我怕他发起疯来拉我下水，所以我才逼我自己忘了这件事情，直到你现在问起来，我才敢告诉你。老婆，都怪我对不起你，都是因为我太软弱才导致爸爸出事的。时间不早了，老婆，今天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在客厅守着，你上去好好休息。你还是老婆，可以吗？老婆，好。晴天，王世明是骗你的。喂，苏西，你下手这么重，你弄死我！王世明，你还有脸说？你刚刚下手也不轻。行了，不说这个。我现在已经顺利接近麦丽江了。看来你平时是没少往我身上扣屎盆子，不然就凭你那个演技，你就说你想不想要报仇？想要你就按计划行事。你是不是在监视我？晴天，这事儿我暂时没法向你解释，但我发誓绝对不会做任何有害你的事儿，你相信我。那你把这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。王世明这人唯利是图，我会一直盯着他的。明天我们见面谈。老婆，刚做了早饭，赶紧趁热吃。不烫啊，赶紧喝吧，一会儿上班迟到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去上班了，你注意伤口。注意安全啊，老婆。说吧，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躲着我？王世明说你回来其实另有目的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先看一下这个。苏大海死了，他刚才不是跟您在一块儿吗？别问，监控是不是拍到我跟苏大海了？对，那儿有监控。帮我把那段监控视频删了，绝对不能让苏西看到。好，回去。这个东西你怎么拿到的？从苏西那儿找到的。保护你的确是我回来的主要原因。虽然我也不相信是麦叔杀了苏大海，但我觉得只有查清楚苏大海死亡的真正原因，才能解决这一切。你查到什么了？你知不知道苏大海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不是跳楼自杀吗？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，苏大海留下的遗书是麦叔伪造的？王世明，你还有脸来？这是我家，我怎么不能来？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报仇了。你想不想要麦远志杀你爸的证据？麦远志的遗物里一定有。
我们合作，但事成之后，我要麦氏一半的钱。你要我怎么做？小希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麦远志的亲生女儿。啊，小希，我是你姐姐。你被我爸收养了那么多年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姐妹看待。你是指害得我家破人亡的亲姐妹吗？要是我爸真的是坏人，那这么多年为什么要一直对你那么好，那么关心你？当然是洗白他自己啊！毕竟谁会怀疑一个既是好兄弟又是好父亲的人呢？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很清楚我爸的为人。麦琳锦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你难道就一点都不知道吗？爸爸，小晴，爸爸没事，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就当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什么都没看见，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是被我说中了？我爸不是那样的人，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。当年所有调查结果都表示我爸没有问题，苏叔叔是自杀。谁知道他在其中干了什么龌龊事？随你怎么污蔑，我爸是轻微的。麦远志杀了我爸，他是凶手，那你麦令锦就是帮凶。我对比了苏大海遗书中的自己，发现顿笔处的习惯和麦叔叔一模一样。麦远志杀了我爸，他是凶手，那你麦令锦就是帮凶。酋长，老苏现在已经死了，关于他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。没错，我和老苏在天台的那一段监控录像也杀了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以后但凡有人问起，就说仪器坏了。想要查明真相，你还是去找找麦叔的遗物。你真定见死不救？你想撇开我独吞公司是吧？又是你。
王世明，老婆，我知道你在找什么。麦远这杀害苏大海的证据就在我手里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来河边，我们见一面。怎么是你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等汪世明，等他给我麦远志杀我爸的证据。你说了，我拿到证据了。麦远志，你就是想逼死我，浪费我们兄弟一场，你真要做到这个地步吗？苏大海，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事，对得起兄弟这2个字吗？我没做错，就这么个公司，我们累死也赚不到多少钱，不如把钱分了去搏一把。不可能！老麦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次机会。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，你总不想看到苏西这么久就没有爸爸吧？啊，老麦，我求你了，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。赌徒有什么为人可说啊？老麦，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？我怎么救你啊？这些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的。你自己退出公司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撇开我，独吞公司是吧？我是我独吞公司，你借了公司那么多钱，全都拿去赌，都输了，这样公司会被你拖垮的。我不想听这些废话。你钱给还是不给？公司的资金链已经断了，我拿什么钱给你啊？拿我的命给你啊！你还不上钱，你就是老会放过我的，你要自己气死！原来苏叔叔是欠了赌债才自杀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爸爸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我不信。是你伪造了证据，和汪世明合起伙来骗我。说，是不是你伪造的？是真的，我没有伪造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承认是你伪造的，我就放过你。你说，小希，不是真的，我没有骗。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骗子，你们都是骗子，都在骗我，你们都是骗子，都是骗子。没事了。姐，我对不起你。姐，麦叔叔不是我杀的，是汪世明，是汪世明杀的。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，姐你信我，我有证据。证据在哪？证据在我家。好，那我去开车。小心！老婆，你身体这么虚弱，你赶紧躺下休息啊。别碰我，苏西在哪？苏西，老婆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什么事？不记得也没关系，我都帮你处理好了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苏西到底在哪？老婆，
杀了苏西啊！那天我赶到河边的时候，我看见你正抱着。姐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你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，我能够原谅你吗？只要你能够原谅我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我要你去死！老婆，别！老婆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找苏西。苏西已经死了。汪时明，你就算要骗，也要编个像样的理由。你以为你这样我会信？老婆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那我要去死！老婆，别！老婆，你疯了！这就是你杀人的证据。你以为这点伪证就能污蔑我吗？我现在就去报警。我做的可不止这点。你约了苏西在河边见面，然后苏西就失踪了。对了，你现在身体里面含有违禁药的成分，当然是我给你注射的。你现在去报警，你看看到底对谁更不利？你到底想干嘛？这样，你先陪我舒舒服服吃个早餐，然后去公司宣布一些事情。你的咖啡。你倒这么烫，想烫死我？重新倒。我说重新倒，你没听见？重新倒。笨手笨脚，这点事都干不好吗？再有下次，你跪着给我舔干净。汪时明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你现在知道我一直以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了？软饭不好吃吧？赶紧给我换身衣服去公司，这件我不喜欢。一会儿去公司知道该怎么说吧。老婆，别板着个脸呀，开心点。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干什么？啊！真是下贱！大家看看啊，就这个女人当小三勾引我老公，你被别人绿了还护着这个贱人！大家看看啊，勾引我老公，你个下贱，你个有病！是你干的。别配啊！你瞎说什么？你去哪儿啊？大家都等着你开会呢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你让我这个样子去开会，不可以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麦总要休长假啊？这苏总刚被解雇，麦总再休假，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吧？也不会，汪总不是官复原职了吗？麦总看着好奇怪，是病回来了。刚跟汪总说，这几个亲生的好吗？人都已经丢完了，还有什么好洗的？你让我当众出丑，不就是为了羞辱我吗？你现在满意了吗？我的好老婆，你怎么那么天真？麦氏集团还没到手，我能满意吗？老婆，
以后这间办公室只能放我的照。王时明，我和你拼了！哦，哎呦，麦总，你干嘛呀？我这出身非凡，麦总别冲动，王总没事吧？王时明，你天天说这些鬼话，我走。我先去吧。老婆，冷静点，没事，冷静点啊！拿我老婆的药，快，药，怎么还有人啊？没事，药，吃药，老婆没事，这样，好。麦总他这是……对呀，没事吧？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。没事，吃了药就没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看着挺严重的。没关系，我会把他带回家，好好照顾他。啊，您不要担心。行，以后公司就多麻烦你们了。哎，不麻烦。我偶尔也会回来公司看看。辛苦。吃饭，你要是饿瘦了，别人以为我虐待你。好，我喂你吃。吃，我让你吃，我让你吃。你以为你现在还是麦氏集团的大小姐吗？现在的麦氏集团姓汪，所以你要识相，就给我把饭吃了。我让你吃饭。吃，这里面都是我给你治脑子的药，都给我喝！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喂，好，我得找到手机，我要报警。我要报警！放开我！
跑快点！你好，你找谁啊？哦，你找房主吧，房主已经搬出去了。老婆，这是我给你找的保姆，你们认识一下。老于，还有多久能到？已经出城了，还有1个小时就到了。老婆，你醒了？你看看这儿，风景多美！不过这儿这么偏，几个月都不会有人来。汪世明，你有本事就真的把我推下去。老婆，你知不知道你有时候说话很伤人？我对你温柔善良，在你口中就变成软弱。我明明是心疼你，不忍心推你下去，怎么就成了不敢啊？怎么了？害怕了？你要是想杀了我，就干脆点。怎么又说这么伤人的话？你仔细想想，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哪一点对你不好？我难道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？你这么多年确实一直演得很好，你骗过了我，但是没有骗过我爸。你要是不提那个老东西，我真没打算杀你。是你自己找死，别怪我。你这么多年确实一直演得很好，你骗过了我，但是没有骗过我爸。你要是不提那个老东西，我真没打算杀你。是你自己找死。你可以不相信我接下来说的话，但这些话都是我心里所想。在见到你爸之前，我是真心的爱过你。各位面试官好，我叫汪时明，至少我不知道你是富家小姐。那个，然后，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哎，同学，那个，我这儿有一件干净的白衬衣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借给你穿。真的吗？可能衬衫会有点大。没关系，把袖子挽起来一点就好了。你怎么会随身带着一件白衬衫啊？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嘛。因为这个面试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所以我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时间到了，他们叫我上去了。好。哎，同学，加油！
怎么样呀，面试的？我觉得还不错，他们说让我回去等消息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呀？为了感谢你借给我衬衫。可以啊，我请你吧。那不行，我得请客。好啊。总裁好。爸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汪时明，市场部的，特别优秀。就是你上次跟我说必须要录取的那个叫汪时明。爸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哪有这么说过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要忙。我们走吧。小王，你还是留一下吧。那我在外面等你。我就小景这么一个女儿，她的感情问题我一定要插手。总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努力不代表有结果。我找人调查过你，你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朋友，好像她还为你堕过胎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我不懂事，是我做的不对。不用说了，我的意思你应该很清楚。离我女儿远一点。还有，上次面试你本来是被刷下来的。我不同意！我从小把你捧在手掌心，你现在嫁给一个渣男，还伺候他！爸，我一定会像你一样，好好照顾小景。如果你要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你了，甚至开始恨你，那就是你爸告诉我根本没有被公司录取，是你在背后帮我。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伟大，特别的高尚？这种人就是这样的高高在上。我爸说的果然没错，你就是个畜生，你就是个人渣。跟你爸见面去。怎么样？你也会害怕？我之所以带你来这儿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让我不开心，我随时让你消失。不过，如果你愿意答应做我汪总的贤内助好太太，我可以考虑好好对你。
你看你，小脸都哭花了，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我要知道当年的真相。好，我告诉你真相。真相就是我没杀你爸。这账你怎么解释？爸，你误会我了。别叫我爸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寄生在我家的一个废物而已。如果你踏踏实实做一个赘婿的话，我还可以容忍你的愚蠢。可是你不但愚蠢，你还心术不正。不是的，爸，这些都是别人诬陷我的。你这种水平，偏我的女儿还可以，骗我你还嫩点儿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就是头脑一时发热，我才做的这些。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就不报警。可是你要跟我的女儿离婚，净身出户。小姐那么爱我，她不可能同意的，不可能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你出轨的罪证，她会跟你离婚的。还有，你没有失去一切，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的。我是一个寄生在我家的一只老鼠。上次面试，可是你不但本来是会刷下来，你还在我家的一个废物而已，会跟你离婚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毁灭他？我说你蠢就蠢，我还有备份呢。把原件给我！把原件给我！干什么？给我原件！疯了！给我原件！滚！不！还要给我！还要给我！就是一个寄生在我家的一只老鼠。发生什么了？到底？别问了，你再问，魏远志死了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了？今天晚上你没在公司见过我，我也没见过你，你听懂了吗？你杀了他？不是我杀的。不是你？我发誓不是我杀的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以后你不许再跟别人提起这件事。如果你告诉别人，我一定拖你下水。记住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一直在对新项目的资料，谁也没见过谁，听懂了吗？他要断我生路，我凭什么帮他解药？死了是他活该。麦远志，看看你的宝贝女儿，苍天有眼。老于，我去趟公司，明天回来，你在这儿看住了。对了，信号屏蔽器24小时开着。明白。我有点冷，把窗帘给我拉开。这边这个也要。我想喝水。哎，您好，咱们是新搬来的是吧？我就住隔壁。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在这儿住20多年了。哦，我应该是敲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好，你好，咱们是新搬来的吧？我就住隔壁。哎，老王搬走了吗？那我找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好，你是新搬来的吗？我就住隔壁。你进我家干嘛？神经病吧？走开，走开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咱们是刚搬来的吧？我就住隔壁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姓周，叫我小周就行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多关照。不用，
哎，都是邻居，咱们加个微信呗，是吧？哎，你们家没信号啊？哎！哎，你们家那个窗户有光，不会是着火了吧？有事吗？是，我这刚买的房子，你家要真着火了，我也躲不掉。哎，我看看。哎，刚才就是这边啊！你干什么呢？谁让你来的？大哥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少给我耍花招！我想去书房看会儿书。我想去书房看会儿书。你这让我怎么看？给我老实点，我会盯着你。晴姐，我这就来救你，你等我。千万别我去！
我去！哎，老大，人没了！汪总，汪总好，汪总好。汪总，这是您这个月要签的合同。哦。这个月财务报表出来了吗？啊，出了。这个月增加了3个点，照这个势头走下去的话，今年很有可能突破20个点。汪总，麦总最近怎么样？病情好一些了吗？是这样，好久不见麦总了吗？我们同事们都很关心他，就托我来问一下。我替他谢谢大家的关心，但是他这个病你们也知道，需要静养，目前没什么太大好转。静养，静养好，静养好。您先忙，有事儿您叫我们。喂，人找到了吗？都半年了，怎么还没找到？他这么大个活人还能消失吗？要不我们去外省找找？继续找，找到为止。老板，兄弟们都忙活大半年了，好歹给点钱意思意思。切不开锅了，饿死了我们都要去流浪了，谁给你找啊？我一会儿给你转20万过去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都他妈一群废物！要不是你有老子把柄，老子早弄死你。汪总，您约客人的时间要到了，需要推迟吗？不用，我现在过去。苏西，干嘛？结婚纪念日快乐！谢谢老公。你猜我送给你的是什么？这么大。老公，我们一起生个宝宝吧。好啊，好啊，老婆。这个房子是时候该换个主人了。都结束了。
让你装神弄鬼！姐夫，老公，我们一起生个宝宝吧。好啊，老婆。姐夫，姐夫。
这孩子真是的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打着你怎么办？你看看你的手机，我打几个电话你都不接，真是的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心里啊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公司刚起步，有一堆事要忙。这麦令景都死了半年了，怎么公司还没有弄到手啊？妈，你别乱说。麦令景是失踪了，不是死了。都半年没消息了，那不是死了是什么呀？儿子，你大半夜的拿个棍子干嘛？你说呀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这2天好像看见苏西了。你又胡说八道了，苏西不是早死了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儿子，你跟妈说实话，苏西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？你别再提这个人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真糊涂啊！你现在是公司的大老板，这个事要是爆出去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！妈，你不说公司没人知道。你是不是没给苏西烧纸？她在底下没钱花了，阴魂不散。哎呀，儿子，听妈的，明天去给苏西烧纸，妈陪你一起去。啊！我明天自己去。姐夫，你不要我，不要我。
怎么装神弄鬼？你玩够了没有？苏西，果然是你，没死。汪世明，我死了，你亲手杀的，你忘了？听到这儿有个人吗？我不知道。这边听到这儿有个人啊！我不知道。听到这儿有个人吗？不可能没人啊！他死了。哎，王总，你看见苏总了吗？刚才还看到他了，一转眼又不见了。什么苏总？苏西，苏总，他现在好像回公司了。在哪？刚刚还在呢，这会儿不见了。人家上哪儿了？你骗我是不是？谁让你这么说的？谁指使你这么说的？汪总，苏西已经死了，你怎么可能看到苏西？谁让你这么说看到他的？不是，汪总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会死了呢？我们是真的看见他了，大家都看见他了呀。你们谁见到了？你们谁见到了？汪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刚刚确实看到苏总。是啊，苏总一直都在啊。我那会儿才见了。我在楼下大堂见到苏总的时候看见他。我也看到了。我在茶水间。我在走廊看见苏总了。错，肯定是苏总。不可能，苏西不可能在这儿，这都是你们的幻觉。我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看到苏总，在会议室。我在茶水间的时候看到。碰见了苏总。我们都看到了。我真看见他了，他还跟我打了招呼。你们一个个都看见死人了，你们都疯了！姐夫，滚！我都杀了苏西，我亲手杀了他。我真的杀了他，苏珊莎，是哦，报警吧！要报警！苏总，汪世明，好久不见。汪世明，好久不见。苏总，快爬起来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看见我没死，你是不是很意外？苏西，拍什么拍？别拍了！拍什么拍？滚！别拍了！我是跟大家开玩笑的，我跟苏总关系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杀他呢？是不是？我是苏总的亲姐夫，我怎么可能杀苏总呢？我是开玩笑的，对吧？大家都看出来我是开玩笑的，对吧？小西，别闹了，咱们回家啊！给我站着，别再往前。小西，别闹了，去我办公室。说什么？说你怎么杀的我？说我怎么死里逃生的？姐，麦叔叔不是我杀的，是汪世明，是汪世明杀的。证据在哪？证据在我家。好，那我去开车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我知道你肯定对我留有后手，可我还是对你太大意。把我们约到河边，我就应该警惕。可惜，
汪世明，你怎么也想不到我能活下来吧？小希，你别编故事了。我什么时候去过那个河边？明明是你姐把你推下去的，证据都在我手机里，我手机里有证据。你们看，我有证据，是麦丽景杀了他，麦丽景把他给杀了，我有证据。你说的那个证据，真的是麦总，不会是你伪造的那个吧？麦丽景，你杀了人还敢回来？你们瞧瞧，我跟他谁更像杀人犯？你什么时候从精神病院里出来的？麦丽景有精神病，麦丽景有精神病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张经理，你亲眼看到了麦丽景有精神病，是不是？半年前你把我囚禁在山里，幸好我逃了出来。听说你这半年一直在找我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不开心吗？晴姐，别害怕，快到家了。小希，姐，他是这样的人，太可怕了！干出这种事儿了，编，接着编，编个故事就说我囚禁，说我杀人，囚禁杀人，你们半年为什么不报警？大家说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不报警？现在证据太少了，汪世明还有不少的伪证，而且现在全公司都以为景姐有精神问题，不如我们先让汪世明放松警惕，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我有办法，汪世明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，不如我们就利用他的恐惧，让他自己把心里的鬼放出来。苏西，莫名其妙。姐夫，汪世民，你都吓成什么德行了，还敢应承？我可是上市公司的总裁，你们编个故事就想说我杀人，说出来谁信？警察来了，警察会信吗？如你所愿。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蒋仲南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我不吃里扒外，怎么拿到你犯罪的证据啊？啊？什么证据？你诈我啊！这里面是你家监控拍到的所有影像资料，你和你妈的对话都在里面。真没想到最后的证据是用你亲手安装的监控拍到，
作茧自缚这个词说的就是你吧？汪时明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老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老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加油！老公，我们一起生个宝宝吧。好啊，老婆。错了。我求你原谅我，我爱你。老婆，老婆。爸，你放心吧。